車迷必睇比亞迪車展。比亞迪由今日開始至到6月2日會喺太古廣場舉行比亞迪車展。想睇到最新同最熱門嘅比亞迪 SUV， 就跟住我哋一齊出發啦 Ready Go！ 一部車有2種享受，實現里程自由。燃油同純電唔再係選擇題，同傳統 hybrid 車最大唔同嘅就在於以電為主，以油為輔，大部分時間由電機驅動，引擎主要負責發電或在高速時輔助，帶來極致慳油與接近純電的駕駛體驗。另外，同場更會展出2025年最受歡迎家庭 SUV BYD Sea Lion 7。無論係假日同家人出遊，定係日常代步，都係你完美嘅拍檔。而且純電行駛，無需理會油價。我哋喺金鐘太古廣場 LG1 Garden Court， 為期1星期，5月27至到6月2日，快啲約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齊嚟金鐘太古廣場嚟睇車啦！我哋不見不散，到時見，拜拜。